好拢会打出人，你为来敬神之好。啊，31日，迄个规家伙仔爱围炉食年夜饭，几项菜一定爱食，你敢知？食鸡好起鸡，食菜头好菜头，食长年菜长火烧，食旺来好运旺来，食水饺金银财宝日日来。所以讲，食红枣年年好，食红柑过好红，食土豆好年老，食白子好日气，食日日互你趁钱哪还有？年夜饭爱食到暗暝12点，安尼叫做守岁，祈求四大人长岁寿。暗顿食饭，四大人就会分红包。第二钱，互事事讨吉利，祈求平安。俗语讲，初一早，初二早，初三困到饱，初四才神，初五开市，初九天公生，15上完美。安尼剩下才算过一段路。哦，原来过年有这么多趣味的方式哦。最后，阮祝福大家新年